时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有一个伫美国纽约的台湾的留学生，伫图书馆互一个非洲的女性甲攻击，讲伊的后头裤仔甲摸一拳，害伊的头去弄到便所的壁角，当场是流血流滴，请图书馆的保全来帮忙，想袂到保全煞互嫌犯离开这个图书馆。后续，伊联络到当地外管，也就是外交代表机构，希望会当得到协助，但是外管敢若提供到律师的电话，互伊是真失望。 She just passed my friend like that. Like, she's fucking bleeding right now. 一个穿黑色外套的灰衣女子，伫咧电梯头前行来行去，准备要选。图书馆的保全是一直按打红牌学生啊，也毋过煞无进一步将嫌犯甲抓落来。So where's the police? They're on their way. We called them. You have to be patient. 影片是由防攻击的台湾留学生黄东二伊的朋友将这惊险的画面甲翕落来。这个当事人黄东二嘛，伫咧 Dcard 顶悬发文章来控诉，17号伊拄为纽约 公共的图书馆的便所行出来，一个灰衣女子就为伊的后壳甲摸一下，致使着伊的头壳直接去弄到便所的壁角，当场血是一直流。伊的朋友请保全来斗相共，想要到保全煞互攻击人的嫌犯离开图书馆。 Racist. 黄东二的朋友想要录影来做证据，攻击人的嫌犯所用手将面甲扎起来。这个防攻击的当事人表示，有联络女外国人急难救助的电话，希望外管会用协助来提告，而且处到赔偿。不过，敢若得到一个律师的电话，让伊感觉是非常的失望。外交部长吴钊燮在咧立法院受访的时阵，有说明当时的状况。因为这位学生希望能够进入法律诉讼的这个程序，因此我们就推荐一位律师跟我们代表处有合作默契的一位律师。那我想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子。外交部嘛指出，驻纽约的办事处和当地执法单位有保持联络，只是无代表去防误差别来攻击，嘛互女外国人心内出现乌影。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hat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